台南市大观音亭主事观世音菩萨两边背书的有关老公甲祖先娘娘，是人民求助甲求姻缘的好所在。平时香火就鼎盛，因此府北户政事务所为了提升人民的生育率，特别甲大观音亭树灯行政宫来合作，推出幸福好运金蚕值，并且伫日前举行加持的仪式。非常感谢咱迄个行政宫，咱湖北户政事务所会当合办这个幸福好运送金铲子的这个活动吼，就是金铲子就是赶紧生囝的这个意思啦吼。非常感谢即马就是讲吼，即马开始，迄个也出示去户政事务所登记，湖北户政事务所登记的人，迄个行政宫就会送伊这个金铲子啦。希望讲送这个活动呢，互这个咱年轻的这朋友呢，欢喜结婚，欢喜来用，欢喜来生，安尼吼，来增加咱这个人口啦。非常感谢咱行政宫伊对这个社会公益的这个支持啦吼，非常感谢。幸福好运金铲子就是要送互咱这个来登记结婚的这个新人吼，要祝福因吼，赶紧来生囝吼，赶紧来生囝吼，所以这个幸福好运金铲子吼，真正有意义啦吼，阮感觉真正有意义，所以阮丁宫因为阮长期都是伫推动这个文化伫推动这个社会公益，这个也是一个社会公益的一个活动啦吼，所以阮非常来支持这个活动，咱也希望讲吼来这个湖北户政事务所来登记的这新人吼，拢会当赶紧来生因的后一代会当顺利来成长，这是阮的寄望也是阮的希望啦吼。伫民政局长江宁环甲大观音亭树灯行政宫的董事长吴福春的带领，包括湖北户政事务所的主任、北区区长甲侪位民意代表，共同向大观音妈甲祖先娘娘来上香，完成加持的受证。民众只要到湖北户政办理结婚登记，而且新人当中，其中一位户籍设伫咧北区，就用得到金蚕值，有足赶紧来生囝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